打孖嚟更加滿足。兄弟姊妹們啊，我揾咗3間過年唔休息嘅店，各有各特色。第一間就係嚟到花都食嘅海鮮大餐，我幾開心啊，仲可以玩沙，好有氣氛啊，好熱鬧，好多人啊，咁樣先似過年㗎嘛。來個肉蝦，不，耶，謝謝。這裡這麼漂亮，好像別的店都沒有霓虹燈。就是為了讓我們的顧客多了一個打卡點。那海鮮的這些種類會不會有一些不同？可能會比其他門店的話，海鮮品種會多一點。我們有300種海鮮。你們過年是不會加售的？對，我們不收任何的加工費，也不會漲價。我就喜歡你這點。熱銷咗19年，同我咁大，呢個又係次次嚟都食嘅。對，我們賣海鮮只賣乾水海鮮。1、2、3。呢個流程我已經熟悉晒啦，佢唔單止嘅海獅池大咗，佢連個名檔都大咗多咗。這個也是名到那個明爐現燒的吧？對對對，都是明爐現燒。啱出爐㗎，屎忽飆煙。兄弟姊妹們啊，師祝大家新年快樂，祝大家日日都有海鮮食，食咗有刺身先。金鯛魚刺身拼盤，有羅氏蝦、三文魚、三文魚腩、厚切金鯛，睇到口水都分地。見唔見到油脂啊？又爽又糯，好爽啊！凍冰冰。嚟呢度我最中意食刺身開口位㗎啦，哇！超中意呢種成堆都係魚油嘅感覺。33蚊有海皇湯，有魚翅、海參、瘦肉、魚唇，呢啲係老朋友嚟嘅，成日都見到佢哋。我次次嚟都飲佢嘅，呢啲就係一段時間唔飲就會好掛住㗎啦，好似食咗個佛跳牆咁樣，又好飲又抵飲，好好喝，好好喝。燒鵝99蚊一嚟，碼頭燒鵝靚唔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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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幫你整走晒啲肥油啊！呢一餐又有燒鵝，又有刺身，又有海鮮，仲有海皇湯，我太滿足啦！九頭魚啱先喺明檔嗰度見住阿師傅好似炸天婦羅咁樣炸佢，有鹹鮮味嘅豆腐，佢上面仲有啲海苔咧，有少少西式嗰啲感覺。呢啲香香脆脆真係食到停唔到口，過年必備啊！碼頭乾焗嘅帝王蟹呢度4斤半，哇！辛苦咗成年，係要對自己好啲噶啦，好靚啊！啲飽滿嗰啲肥腳，真係有2隻手指都唔錯喎。見唔見到入邊仲有啲汁水？好正，哇！好滿足啊呢個，佢就係辣辣地少少蒜頭香，好野味啊！出面好香脆，入邊又嫩又甜。我真係好彩佢有咁多隻腳，如果唔係嘅話，我真係唔想分俾你哋食啊！好靚嘅蟹肉蟹腳，打孖嚟更加滿足。好爽，好正啊！飲多啲蒜頭，蟹腳碌碌，金銀滿屋。點可以少咗呢個炭燒超羅呢？又係老朋友嚟嘅，139蚊，近呢度斤半。春節嘅顏色，阿師祝大家笑哈哈。我已經提前進入咗過年模式啦，好正。我最中意就係呢個泰醬同啲螺絲蝦好襯，喂，好新鮮，有少少，仲有少少炭火味。碼頭生鮮包42蚊半打，我嚟食咁多次，我先知原來呢個係純手工啊！真係食幾多次都覺得呢個好好食，塊面都想食，成片都係啦。個底好脆，上邊又鬆軟，個餡鮮甜鮮甜，跟住好多汁啊！百香果蒸鮑魚皇半打108蚊，呢個都係圍圍台必點嘅，好嫩啊！酸酸甜甜，呢個真係好開胃。呢度我真係嚟咗好多次啦，我好中意佢呢度啲氣氛，跟住海鮮啲品種又多啦，出品又穩定，最緊要就係佢過年唔休息。